人在地前来介绍这位70多岁张正权先生，是中华云林嘉义地区做狮头真出名的艺师。日前狮礼出刊，武术文教基金会是为伊申请登录为云林县文化资产保存艺术的保存者。 大家摕红榜来甲张正权先生恭喜，狮头是阵头演出的重要器材。狮礼殿有一个技师张正权，真侪年来认真研究，亲身制作狮头，是在地做狮头真有名的老师傅。将来我们钟师傅一定也会继续教导我们学生做一个传承。即马70多岁张正权技师，自细汉就对做狮头真有兴趣，即摆当登录做将做狮头制作的保存者。 已真欢喜，嘛希望更侪人来学习，家己个传落去。我做囡仔就咧做这啊，爱丰盛做这啦。这几年来，制作狮头的技术是哪来哪少，希望有更侪人来向张正权学功夫，让这个珍贵的技艺会当保存流传落去。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